龙珠果、龙须果了。现在呢，农历4月初2，国历5月6号。龙须果有金黄色的呢，叫做野百香果。龙须果、龙珠果，中药呢，养生中药。整株的植物，在秋天晒干以后可以煎水喝呢，清热消毒，清热排毒，还有热咳了，咳部，还有肺毛病啊，热咳有疗效呢。可以网络搜寻龙须果、龙珠果。龙须果、龙珠果原产地西印度群岛呢，台湾的是变种呢，像大拇指头那么大。网络搜寻阿草伯、阿超贝，好像也有植物园呢。哦，在彰化好像20还是哪里？有植物园呢。哦，中药草药的植物园。那网页有介绍这个龙须果、龙珠果。你看那个籽就跟那个百香果的籽是一样的。我有吃了3、4个小时了。我有吃了3、4个小时了。你看那个皮凹下去就比较没有汁液了，要趁着还膨胀、还大圆的，那汁液比较多，香气比较重。哦，好香好香！从绿色转金黄色，哦，蜕变。龙须果、龙珠果、野百香果，花跟百香果的花是相似的，但是迷你性的。百香果又叫西番莲，这个龙须果叫毛细番莲。果实的周围有那个像须的，有什么须啊？象征一种龙须哦，那叫龙须果。也是中草药，中药一种养生的药草，清热解毒，对肺部有热咳的都有疗效，有功效。有的时候还可以治疥疮。消除肿毒啊，消除皮肤病，厉害。